今次想介紹下一隻 game，竟然係我暫時喺2025入邊呢我最喜歡嘅遊戲。Nitro Express 燒機特快喺機械人極之普及嘅近未來日本呢，產生咗一啲新嘅罪犯利用機械人作案，而我哋嘅主角就係對應特殊車輛特別部隊成員朝比奈陽子同埋佢嘅拍檔夜行環，一個行動一個支援嘅二人組進行各種任務。成個 game 嘅世界觀同埋軍備設定呢非常之仔細，但係同一時間呢亦都有好多政府部門嘅官僚幽默喺入邊。例如玩家雖然係對抗高科技罪犯嘅警察啦，但係辦公室就非常之普通同埋實際嘅。每次出完任務之後，我哋玩小遊戲填報告書咧，對主角嚟講呢只係一啲鬼畫符亂填一通。喺我哋每一次進行任務失敗咗嘅時候呢，遊戲嘅背景咧會變咗喺醫院，甚至喺槍林彈雨入邊呢處變不驚喺背景食煙嘅女僕。細節量咧都令到玩家好投入到喺世界觀入邊同埋中意入邊嘅人物。我會將呢啲嘢稱之為濃濃嘅壓井手風味啊！遊戲嘅手感咧係近似 Metal Slug 嘅，但係 Metal Slug 嘅手感咧就好過佢啦。但係佢對於每一樣武器嘅用法都好仔細，例如 reload 同埋彈速啦，甚至唔同嘅姿勢下咧武器嘅威力都會有唔同，令到遊戲增添咗好多深度同埋加翻好多分。後來我發現呢個遊戲咧竟然係用一個叫做 Pixel Game Maker 嘅 engine 做出嚟，估唔到呢啲入門級嘅 engine 咧都可以做到呢個程度。果然高手就係飛花摘葉皆可傷人。一動一靜嘅女子組合咧，令我諗起當年《逮捕令》呢套動畫，即係皇家雙妹嘜。呢啲二次元美少女網狀警察咧，我係覺得非常之討好嘅。不過呢啲差婆做嘢嘅手法咧，都係留翻喺二次元會好啲啦。